后来做这个流感的预防下，敢真正会有不良的反应呢？伫台南有一个病例，一个爸爸带着4岁后生自费做完着流感的预防下了后，这个囡仔开始搞热、真寒毛，5分钟就要放一解，带去泌尿科检查，并无问题。这个爸爸是怀疑讲，甲做预防下有关系。 开始做流感疫苗到今嘛，出现真侪身体不良反应的个案，台中甚至出现变位案例。伫台南就有一位爸爸反映，家己的囡仔注射了后上便所的频率是5分钟一摆，烦恼副作用对后生的身体会有危害。真的去打完之后，可能这几天就是大概真的要小心一点。会询问过医师，然后做足中功课之后再打。 消息传出了后，袂少的家长感觉真烦恼，找到这位囡仔注射诊所对教育的情形，医师表示：频尿的状况，这也是第一次，这是第一例呢。 其实，这款网站顶头就有讲，注射了后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，严重甚至会有过敏性休克，不过几率真低。红肿、热痛这样，那不过这也是在1-2天内就会好转这样，那少数就1%。 2天内可能会发烧。以台南市来讲，开始注射了后发生不良的反应有3例，情形和过去拢差不多。打完以后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不良的反应，原则上来讲，这些都是1-2天就好。为着要增强保护力去做流感疫苗，不过儿童的抵抗力较弱，出现任何状况，家长难免会烦恼。要注射上好是生病，顾囡仔的健康状况。